香港係全球最受歡迎嘅旅遊勝地之一，東西文化共冶一爐，新舊事物互相交融，締造出香港獨有嘅都會文化、風貌嘅名勝景點、郊野景緻、購物美食，每年都吸引數以千萬計嘅遊客到訪。內地同香港嘅旅遊業發展各具優勢，各有特色，喺旅遊產品、客源市場、旅遊管理、旅遊人才方面都有好強嘅互補性。根據統計，香港人到國內旅遊嘅數字由1997年嘅3977萬增長到2011年嘅7936萬人次。喺2011年，兩地雙向交流嘅人均達到1億人，內地同香港成為全世界最大嘅雙向旅遊市場。寶中旅遊創新嘅旅行社經營模式喺過去嘅幾年裏邊得到快速嘅發展，已經迅速咁佔領中國內地最重要嘅15個省份。喺時尚同埋創新嘅旅遊產品市場裏邊，多次得到組團第一嘅榮譽。寶中旅遊從深圳出發走到全國，佢嘅集團規模不斷擴大，並且以良好嘅業績表現喺2011年全國20強旅遊集團裏邊排名第12位。今日隨住寶中旅遊走向全世界嘅市場發展，香港就成為寶中旅遊走向全球發展嘅首發站。旗下嘅廣東旅遊即將全面登陸香港市場。走到香港嘅街頭，俾人嘅印象都係繁華熱鬧，腳步又快又慢。香港作為全球第10位、亞洲第1位嘅旅遊目的地，亦都係內地最大嘅旅遊城市。佢旅遊業嘅發展迅速，到目前為止有6%嘅人口，即係大概22萬，係從事旅遊業或者相關嘅行業。1線、2線嘅旅行社已經達到200幾間，更有內地嘅旅行社紛紛進駐喺香港，令到香港嘅旅遊業呈現前所未有嘅繁榮。旺角係香港九龍區嘅中心點，交通發達，係九龍區最重要嘅商業區，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米13萬人。呢度有傳統嘅商店，有香港最古老嘅街道、銀行、商業大廈林立，數以百計嘅店鋪，成為旺角嘅繁華，同埋真正香港市區嘅生活面貌。旺角亦都係旅行社最集中嘅地區之一，喺荷里活中心，各大旅行社幾乎佔據咗半面嘅樓盤，成為香港最密集嘅旅遊交易地。廣東旅遊旺角總店喺12樓，店鋪2800尺，店面以白色為基礎，再加上唔同嘅顏色配搭，天幕嘅雕花頂、流線型嘅櫃台、圓形嘅產品架，呈現出時尚同埋華麗，凸顯廣東旅遊嘅高端產品定位元素。沙田係香港發展嘅第一個衛星城市，區內發展迅速，居住人口超過60萬，係香港最多居住人口嘅區份。區內設備齊全，大型嘅百貨商場林立。另外，風靡全香港同埋馳名世界嘅賽馬競技沙田馬場亦都喺區裏邊。廣東旅遊為咗進佔呢個人口最高嘅市區，特別喺市中心嘅中心地方，人流最高嘅百貨商場裏邊，投資高昂嘅商場租金，以求能夠令到區內嘅市民更容易、更加方便知道廣東旅遊嘅分店所在之處。屯門，香港新界嘅西北部，係填海建造出嚟嘅大型住宅區，亦都係香港嘅新市鎮之一。區裏邊嘅華都商場係屯門一個重要嘅購物中心，喺2樓嘅旅遊街聚集咗好多嘅旅行社，成為當地嘅居民選擇旅遊產品嘅主要地方之一。廣東旅遊佔據咗旅遊街嘅龍頭位，以新穎嘅裝修風格凸顯公司嘅時尚旅遊元素。元朗係香港嘅大平原，原居民特別多。廣東旅遊喺元朗人流最多嘅大馬路中心點，1線旅行社嘅集中地，貿易廣場，開設元朗分店。上水係新界北區人口最多嘅集中地，靠近火車站嘅上水廣場，亦都係最現代化嘅購物中心，1線旅行社嘅集中地。廣東旅遊躋身喺其中，必定會喺呢個市場裏邊呈現新嘅競爭力。荃灣連接葵青區嘅人口達到80萬，靠近地鐵站嘅南豐中心，亦都係1線旅行社嘅集中地。廣東旅遊當然亦會加入行列啦。
觀塘係香港人口第二高嘅區域，人口都有60萬，僅次於沙田。區裏邊嘅住宅、工商大廈同埋大型購貨中心，每日都有過百萬嘅人次流入。廣東旅遊嘅分店亦都喺靠近地鐵站嘅大型商場入面。